各位大家好，呢一集係耶穌是誰系列，題目係耶穌在第三段嘅工作裏面能否培養出有能力的接班人。經文係從10章25節開始，直到24章，當然係路加福音啦。喺呢段嘅路程裏面，耶穌主要係帶領佢嘅門徒喺唔同嘅地方深化佢嘅教訓，亦都推廣到更多嘅人群裏面，叫人認識佢係神嘅兒子。然後咁啱喺呢個時間，有個門徒就問耶穌：你可唔可以教我哋點樣禱告啊？呢個就係著名嘅主禱文嘅內容。呢個禱告主禱文嘅禱告裏面喺11章，佢有3條線，3件事係耶穌一路去推進嘅。開頭就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嘅國降臨，願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度已經有2件事。第一，耶穌稱神為父，即係再次表明佢係神嘅兒子。猶太嘅敵人喺最初嘅時候就已經唔能夠接受耶穌呢個稱呼。喺醫治癱子嘅神蹟嘅裏面，佢哋就已經覺得耶穌走去赦免人嘅罪，你醫人係咪醫人啦？講少句啊，係嘛？咁但係耶穌話：我先赦免個小子嘅罪。呢個呢，喺猶太人聽起嚟呢，佢哋就知道只有神能赦罪，所以耶穌喺一開始嘅時候就已經表明佢與神同等神子嘅身份。耶穌最後被定罪，佢其實大祭司揾唔到佢有任何嘅罪，政權方面亦都冇一個差錯俾佢哋捉到，但係祭司長最終冇辦法，唯有問耶穌：你係咪神嘅兒子啊？耶穌就話：你說的是。就係因為耶穌承認佢嘅身份，所以佢唯有喺呢個情況之下，佢堅持佢一路以來所用嘅身份。耶穌喺第一段工作裏面好早就表明佢係神嘅兒子，係立舊約者安息日嘅主。佢堅持佢呢個身份，亦都要讓人認識佢呢個身份，因為新約裏面因信稱義係因為信耶穌係神嘅兒子，以致佢嘅說話亦都係可信嘅。亞當離開神，亦都係因為佢唔信神嘅話，但係律法係喺因信稱義之後嘅。之前亞伯拉罕亦都只係因信神，所以佢被神稱為義。所以耶穌以呢個身份，以神兒子嘅身份嚟執行各種嘅事情，亦都以呢個身份保證佢嘅說話，佢對人嘅救恩係必定會成就㗎。佢應承過嘅嘢必定能夠兌現，所以耶穌不能背負自己，佢承認咗，結果被釘在十字架上。呢個主禱文出咗之後，佢嘅門徒因為嗰陣時已經係經過4次嘅門徒訓練，好多嘅人都認識咗耶穌。出咗呢個主禱文之後，好明顯佢好多嘅門徒將呢個主禱文傳出去，所以好多嘅人都知道，連佢嘅敵人都知道耶穌宣稱神係佢嘅父。
好啦，第二條線就係希律呢個希律王呢條線，佢喺呢個門徒訓練嘅時間，佢只係希望見到耶穌，睇下佢行啲咩嘅神蹟。但係經過門徒訓練之後，到呢個第三個階段，佢好清楚知道，尤其是係發生咗五餅二魚呢個大規模嘅聚集事件，佢想殺耶穌。呢啲嘅心理改變都係好自然嘅，好容易明白。心裏面改變咗，佢嘅諗法自然就有一個相應嘅行動。好啦，第三點就係關乎門徒。佢嗰度話：我們日用嘅飲食，今日賜給我們。跟住點，呢度全部就係講到關乎門徒嘅傳道生活。喺路加福音第10章21節提到，喺4次門徒訓練之後結束嘅時候，耶穌係歡喜㗎，因為門徒已經知道點樣出去係唔需要帶手杖、錢袋等等，就係單單嚟到去信靠神、禱告神。正如呢度所講，我們日用嘅飲食，今日賜給我們。所以提到呢度嘅時候，經受過門徒訓練過100幾十人呢，佢哋係好清楚呢個係指佢哋傳福音出去為耶穌傳揚福音嘅時候所遇到嘅。而家耶穌親教佢哋點樣向天父祈求，過每一日嘅生活。另外，門徒喺最後嘅晚餐嘅時間，佢哋仍然係爭論誰為大，即係喺22章24節嗰度。上一次爭論誰為大係9章46節。爭論誰為大呢？你睇下個門徒嘅心態，如果爭住去死嘅，就梗係冇人去爭啦，係咪啊？梗係有好嘢先至有人爭嘛。所以兩處嘅地方呢，都係耶穌帶領門徒。9章46節嗰度呢，就係耶穌帶領門徒經過呢個5000人吃飽，佢哋就睇到耶穌要上耶路撒冷，必定係作王掌權，復興以色列國，所以佢哋爭住做宰相。而喺最後晚餐嘅裏面呢，門徒憑着以往嘅記憶，佢哋好清楚耶穌要得國降臨係好容易嘅，所以耶穌進行呢個最後晚餐嘅儀式，話俾佢哋聽佢將會得國降臨噶啦。所以佢哋又爭論誰為大。所以喺呢度呢，我哋見到其實耶穌嘅門徒對佢係好有信心嘅。上耶路撒冷之前係，直到最後晚餐嘅時候，耶穌要被賣啦，仍然係對耶穌好有信心，認為好快耶穌就作王掌權。佢哋爭論誰為大個原因係因為佢哋相信耶穌作王掌權嘅方法一定係利用佢嘅神蹟奇事異能，因為一日就能夠收納5000人，係嘛？你招兵買馬都冇咁快啊，係嘛？只要耶穌唔死，佢一定有辦法行到出去，絕對會成為新嘅皇帝，新復興以色列國。另外就係耶穌喺授權俾門徒訓練嘅時候，最後嗰2次都係叫佢哋唔使帶錢囊，
唔使帶手杖㗎。去到邊度有人招呼你，你就唔好轉來轉去啦。自然有每日嘅飲食，專心傳道就可以啦。呢個喺10章第3節。到26章36節嗰度，耶穌知道佢要離去啦，佢哋都知道個門徒將要經歷考驗，但係佢亦都提醒門徒喺呢個時候，你哋可以帶錢囊，可以帶各種嘅隨身嘅物品。到耶穌復活之後，佢亦都叫啲人傳福音，即係傳揚耶穌係神嘅兒子，並且因着信咗佢，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呢個喺約翰福音20章裏面㗎。到路加福音24章18節嘅時候係48節嘅時候，耶穌就直接吩咐佢哋將福音從耶路撒冷起，傳遍天下。可以話喺呢個時間，門徒正式畢業啦，經過咗考驗啦，個考驗係咩啊？就係耶穌被殺受害。喺呢個考驗之後，佢哋仍然團聚一齊，並且重新組隊，用120人嘅隊伍返到耶路撒冷，並且從嗰度開始將耶穌基督嘅福音傳遍天下，直到地極。到呢一度先至係門徒訓練嘅畢業篇完結。所以耶穌嘅12個門徒全部都係喺唔同嘅地方為耶穌殉道嘅。好啦，我哋再睇一下呢個主禱文，其實係耶穌必須要經過嘅。其中最難嘅就係扭轉門徒嘅想法，因為佢哋嘅想法係好世俗，係用武力嚟到征服世界，靠着耶穌嘅神蹟奇事異能。而其中最難改變嘅就係門徒嘅對耶穌嘅睇法，同埋對耶穌嘅事蹟，佢哋係唔明白㗎。縱然耶穌有提佢要背起佢哋自己嘅十字架嚟跟從佢，唔係叫耶穌跟從佢哋嘅方法，武力征服嘅方法。呢一段有關於門徒佢哋思想上嘅改變，耶穌點樣喺佢哋受到心理打擊創傷嘅時間嚟到恢復佢哋嘅信心。佢哋邊個時間受到嘅心理打擊創傷最大呢？當然係耶穌被殺之後，佢哋親眼睇見耶穌死咗㗎。有啲人話：門徒救咗佢來，救嚟做乜先啊？如果個教主係死得嘅話，救翻嚟都冇用啦。你係咪厲害過教主啊？係嘛？因為喺耶穌門徒嘅心目中，只要耶穌唔死，佢係有辦法利用神蹟奇事異能各種嘅手段嚟到去改變周圍嘅人。所以當耶穌真係死咗啦，所以佢嘅門徒受到嘅打擊係非常之巨大嘅，因為佢哋從來未聽過耶穌死咗之後仍然可以復活嘅呢件事。佢哋之前雖然見過耶穌叫幾個死人復活，但係喺佢哋心目中，佢哋係唔明白耶穌嘅權柄同埋能力嘅。但係呢個好可能係需要我哋另外一段嘅嘅解釋嚟到去說明。咁請大家留意啦。都係兩個 series 嘅啫，就係神蹟真相，耶穌是誰。
願神祝福佢嘅話語，